各位網友早晨啊，我係鄺俊宇，今日係2026年6月22號禮拜一。今次同各位網友一齊講講香港嘅大最新嘅熱話消息。咁啊，先簡單講講天氣啦。據報啊，今個禮拜非常之熱啊，天文台預計有4區啊都會高達36度噶。最新預測如何，同各位一齊講講。咁另外亦都講講香港嘅大最新嘅熱話消息。講落去之前嗰啲撳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嘅頻道，睇廣告越長係對鄺仔最大嘅支持啊！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事不宜遲，先睇睇呢一則最新消息。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天文台就話呢33.1度啊，咁啊，尋日呢係近10年以嚟最熱嘅父親節，夏至過後酷熱4日噶。禮拜三啊，4區啊估計高達呢36度。內文提到，天文台呢嘅尖沙咀總部喺尋日6月21號晏晝呢係錄得33.1度，係近10年最熱嘅父親節，亦都係近10年以嚟呢排第2最熱嘅24節氣當中嘅夏至。天文台話呢，副熱帶高壓脊會未來2-3日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同埋持續酷熱嘅天氣。預測禮拜一至禮拜四，即係6月22至6月25號呢，日間酷熱㗎。禮拜三6月24號，市區氣溫升到上34度。自動分區天氣預報顯示，禮拜三新界大埔、上水、打鼓嶺同埋石崗呢都會升到上36度啊。今日隨住副熱帶高壓脊減弱同埋受到廣闊低壓槽所影響，本週後期華南有驟雨同埋雷暴㗎。咁啊，天文台估計緊呢，嚟緊禮拜六啊，6月27同埋嚟緊嘅禮拜日6月28號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㗎。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導。咁啊，告別上個禮拜不斷落雨嘅日子，不過嚟緊呢，據報非常之熱啊！禮拜三最熱㗎，當中4區啊高達36度。咁啊，各位嘅網友記得多加飲水。咁啊，估計呢，起碼要到禮拜六啊先會開始有雨㗎。咁啊，各位嘅網友多加照顧好自己嘅身體，大家都要身體健康啦。講講呢個消息，根據香港01嘅報導，端午長週末結束，撞正深圳灣公路炒車，返嚟香港嘅人潮逼爆口岸啊！內文提到，深圳灣公路大橋啦，喺尋日6月21號晏晝2點幾發生交通意外，令到由深圳灣公路大橋通往深圳灣邊境管制站之路嘅部分行車線一度封閉。運輸署呢一度要呼籲市民啦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唔少北上嘅市民啦喺尋日返嚟香港㗎。有人就喺內地社交媒體小紅書發帖文啦，就話喺香港口岸交通交匯處大排長龍等車啊，形容從來未試過喺深圳灣見過咁多人㗎。咁啊，要上巴士的士啊，起碼都要排半個鐘。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導。咁啊，據報尋日如果由呢個深圳灣口岸返嚟香港嘅話就慘啦，因為一來就係呢個長週末啊嘅返港潮，咁啊另外撞正咗公路炒車，咁啊交通一度大擠塞。咁啊唔知有冇朋友尋日北上啦？咁啊另邊廂呢幾日好多人北上，咁啊亦都唔知道市面嗰啲嘅生意如何啦。咁啊唔知各位網友各區嘅情況又如何呢？不妨留個言傾下偈。講講相關消息，根據香港另一個報導，深圳灣公路大橋車禍片段曝光，私家車冚的士4輪朝天，男子慌忙爬出嚟逃生啊！內文提到，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口岸區喺尋日6月21號晏晝發生車禍，4部的士同埋1部私家車相撞，私家車更加撞到4輪朝天，6人受到輕傷。其中5人送院。01節目讀者提供嘅車 cam 片段，見到當時左邊一線已經有多架的士，咁另外一部嘅新界的士同埋涉事嘅黑色私家車就沿左邊2線行駛，約6秒過後，左邊2線嘅新界的士懷疑收慢同埋輕微扭咗，咁後邊嘅黑色私家車收掣不及，撞向佢嘅右邊車尾，並向前翻滾反逃。兩車相撞嘅時間又波及左邊一線另外2部新界嘅的士，仲有一部嘅市區的士。意外過後私家車上面有個男子自己爬出車外邊㗎，咁站穩過後再次跪伏探看呢個車廂之內。
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原來咁樣撞嘅。咁啊，據報咧相關車禍片段曝光，咁啊估計咧係有車輛收掣不及啊，當中6人受輕傷。講講呢個熱話，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荃灣 IKEA 男女學生當眾不雅嘅片段瘋傳㗎。咁啊，疑似摸胸嘅動作震撼啊！咁啊，網友笑係咪家的感覺啊？咁樣咁啊，目擊者就話呢，即係荒野亂鬥啊！嗱，問題到啦，咁啊喺宜家家私呢，係唔應該作出影響他人嘅行為。本港社交平台 Facebook 上呢，就瘋傳影片，話荃灣 IKEA 呢有一對嘅男女學生公然作出不雅行為，個女仔用背包遮掩㗎。個男仔咧就埋頭啊，疑似咧撫摸女仔嘅胸部，動作激烈㗎，畫面令人咋舌。拍攝影片嘅目擊者形容啊係荒野亂鬥，就話咧太誇張啦，係咪將咧宜家家私當成時鐘酒店？亦都有網友笑㗎，就話咧 IKEA 真係令到你有家嘅感覺喎。不過亦都有網友認為唔應該公審㗎，就話啦，你覺得佢哋嘅行為不檢，就直接走埋去出聲咯，唔係拍片公審佢哋咯。亦都話啦，放過人哋啦，邊個未年輕過、青春過啊？咁樣。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相關片段呢就網上瘋傳啦。據報呢對男女學生嘅行為呢就俾人拍咗片放上網㗎。不過網友意見兩極喎，有啲人就呼籲放過呢對男女學生，亦都譴責拍片者喎。咁啊，唔知各位網友又點睇呢？不妨留個言傾下偈。講講呢個消息，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大角咀的士撞飛斑馬線嘅過路女子，司機事後啊，竟然係褪離斑馬線㗎。落問題到大角咀發生交通意外，喺日前6月20號早上近10點鐘，一部市區的士沿大角咀詩歌舞街南行㗎，當駛至近九龍三育中學對開嘅斑馬線嘅時間，未有停車，撞到一個正在過馬路嘅女子。意外嘅過程被對面停泊路邊嘅車輛嘅車 cam 影低咗，見到個女子被撞到拋起，咁啊的士撞到女子過後呢，突然倒車回原位㗎。片段隨後被上載到社交平台，引嚟網民嘅熱烈討論。當其時見到呢女子當場被撞到拋棄咗，重摔着地㗎，目擊經過嘅車 cam 片主不禁呢發出哇嘅一聲。咁啊女傷者倒地過後，忍痛自己站起嚟，退回路邊，咁啊的士呢就倒後駛離斑馬線。影片曝光過後，唔少嘅網民呢係斥責的士司機嘅駕駛態度，就話呢斑馬線撞到人仲喐車，亦都有網友狠批㗎，就話呢斑馬線撞人啊，罪行十分嚴重，危險駕駛一定入硬咁話。今日警方喺當日早上9點59分接獲27歲姓余嘅女事主報警㗎，話喺詩歌舞街遭到的士撞到，救援人員趕至㗎，發現姓余嘅女子擦傷，將佢送往廣華醫院治理。的士58歲姓韋嘅男司機在場接受警方調查。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咁啊見到片段呢，的士撞到人過後呢，竟然褪後想扮冇嘢喎，咁啊成個過程呢，片段影低咗㗎，網友要求追究啊，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不妨留個言一齊傾下偈。講講呢個熱話，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薩利亞新蒲崗 Mikiki 店呢有老鼠啊，咁啊店員被指難處理，咁啊食環署有進一步跟進喎。嗱，問題到啦，有食客上個禮拜六6月20號喺社交平台發帖文㗎，話日資嘅意式餐廳薩利亞新蒲崗 Mikiki 分店近日呢有老鼠出沒㗎。從佢發布嘅影片見到，有一隻嘅老鼠爬到一位食客嘅餐台之下，3名店員手持掃把同埋垃圾鏟，疑似呢喺度捉老鼠。該名食客就話啦，向店員投訴過後，竟然被冷處理，係冇提醒顧客㗎。亦都未有安排食客到其他座位就座。01喺禮拜日6月21號中午呢係致電餐廳，店員叫記者呢有任何問題可以直接聯絡公司。食物環境衛生署禮拜日深夜表示，禮拜日派員到該店巡視㗎，發現處所裏邊有鼠跡，於是根據呢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發出呢消除鼠患通知。
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咁據報食客投訴啦，就話同店員投訴嘅時間呢，店員懶處理，當聽唔到。另外呢，相關片段網上廣傳過後呢，據報食環署呢係作進一步跟進㗎。唔知各位網友點睇？不妨留個言傾下偈。講另一消息，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香港仔利港中心店鋪冒煙傳嚟燒焦味，疑似夾公仔機過熱燒鑊喎。內文提到喺尋日6月21號夜晚8點51分，警方接獲途人報警，話香港仔成都道38號利港中心2樓有店鋪冒煙同埋傳嚟燒焦味。消防接報到場，發現一個嘅夾公仔機店鋪裏邊係有機器呢冒出白煙。事件當中冇人受傷。據悉當時店主正在開啟夾公仔機，點知呢機器疑似過熱冒煙㗎。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呢啲嘅夾公仔機呢，通常開24小時，開過夜㗎嘛，未知係咪同呢件事有關啦？據報呢有機器冒煙㗎，有市民報警，消防到場。講呢個消息，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有關北部都會區，政府呢就諗住准許呢村屋全棟改作食肆或者旅館。燕崗同埋河上鄉呢先試行，可以申請資助上限1000萬元。內文提到啦，為咗配合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同埋推動無處不旅遊啊，今年預算案提出呢撥款2億元㗎，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推薦呢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建議喺燕崗同埋河上鄉2條鄉村試行呢放寬鄉村式發展嘅規劃限制，容許村內現有村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改裝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無需提出規劃申請。善用空間，提供不同接待服務，提升訪客體驗。當局建議符合資格嘅鄉事委員會同埋非政府機構可以向基金申請資助，用嚟修復或者改造建築物等等，作為文化旅遊用途。每個項目呢上限1000萬元。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如果呢個消息係屬實嘅話呢，都大變天嘅。首先揀咗燕崗同埋河上鄉當中嘅村屋可以申請改作食肆或者零售同埋旅館。因應呢發展呢個北部都會區，如果附近呢冇啲旅館冇啲零售商店唔得噶嘛。以往呢啲嘅村屋要改用途非常困難啦。不過今次就話啦，呢個燕崗同埋河上鄉呢先試行呢個計劃，甚至可以申請資助呢1000萬元嘅喎。唔知各位網友又點睇呢？不妨留個言，一齊傾下偈。講呢個消息，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車主指座駕無力於是維修，技工檢查過後話冇問題喎。車房員工荃錦公路試車架，寶馬突然起火，燒成廢鐵。內文提到荃錦公路有車起火，喺尋日6月21號凌晨一部空載嘅寶馬私家車沿荃錦公路往錦田方向上車架。途經下花山村對開一個俗稱凹位嘅巴士停車彎位嘅時間，男司機從倒後鏡見到私家車車尾冒煙㗎，司機即時將車駛入凹位，避免阻塞交通同埋影響其他嘅途經車輛。司機落車報警，冇幾耐車底冒出火光，寶馬繼而陷入火海。消防接報到場，同日凌晨3點半左右出動1條喉同埋1隊煙霧隊。最終將火撲熄，消防正調查起火原因。事件當中好彩冇人受傷。涉事嘅男司機表示，自己喺荔枝角區內一間嘅車房工作。早前有車主發現涉事嘅寶馬柴油私家車冇力㗎，所以將部車駛至車房維修。但技工經檢查過後，初步相信寶馬冇問題喎。涉事嘅男司機試車行駛㗎，由荔枝角出發。點知到上址嘅時間出事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好彩人冇事據報就去咗車房，車房話冇嘢嘅。結果車主再試車嘅時間結果寶馬起火。相關嘅起火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睇晒廣告嚟支持礦仔嘅老友記呢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我係礦仔，我哋下節短片繼續傾偈。